大家好啊，我係 Bobby 仔，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控制情緒呢樣嘢。點解啊？就係因為如果咧大家可以控制你嘅情緒咧，唔單止人際關係同埋你嘅工作都可以得到改善，仲咧可以令你個健康更加好。嗱，好多人都覺得咧火爆脾氣咧係天生嘅，改唔到嘅。但係咧，其實有好多研究咧，就係話大腦啊，即係呢個大腦咧，其實有可塑性嘅。好似喺草地踩路咁，越踩得多咧，條路就越闊越順。情緒咧都係一樣，一有事咧就爆三個咧，其實咧係將腦入邊嗰條火氣啊，越踩越闊，越踩越深。下一次咧就更加容易一觸即發。所以咧，其實咧，我哋要做呢個情緒管理，冇錯，就係呢四個字，情緒管理，就係咧要捉到大家點解會火爆嗰一點。例如，會唔會平時一俾人質疑，你就會興到飛起？又或者有時見到喺社交媒體啲朋友喺度晒命啊，或者講啲令你唔開心嘅嘢，又開始興啦。咁呢啲咧，就係大家嘅所謂情緒密碼，我哋就係要控制佢，要管理好佢。嗱，好多時咧，現代人咧用好多腦汁啊，好多時間去解讀啲所謂暗號，就係譬如點樣去揾着數啊，點樣去估下啲朋友啊或者另一半喺度究竟講緊咩啊，後邊有冇啲咩意思咧？咁但係好少咧係會停一停，諗下自己心入邊究竟係想知啲咩，想諗啲咩，或者想知道聽到啲乜嘢。嗱，我哋好多時好多人嘅情緒咧，就係俾恐懼啊同埋猜疑心咧去影響咗。嗱，我哋咧就生活喺一個資訊發達，有時可以話係過剩嘅時代啦。無時無刻咧都有新聞喺度播，例如天災人禍啊、陰謀論啊、各種社會危機啊。咁咧呢個演算法啊，又不斷咁咧推送俾你成日想睇到嘅內容，包括啲驚恐啊，或者令你擔心嘅內容。所以好多時咧，我哋其實係長期咧處於一種高度警覺嘅狀態。嗱，呢種狀態咧就係恐懼同猜疑嘅溫床。好似我哋怕健康啊，健康會出現問題喎，成日睇到話唔好食呢啲啊，唔好做呢啲啊，咁樣又會患癌啊，又或者會影響你個大腦啊、身體啊咁，又會短命啲啊。呢啲咧其實喺網上咧成日咧都會彈出嚟，有時咧其實係真係自己嚇自己嘅。仲有好多人好似睇戲咁喺網上睇得啲古仔多，有時又猜疑另一半嘅忠誠啊，又或者睇到太多戲劇化嘅情感糾紛咧，有時咧就猜疑制度咧，就覺得好多嘢背後咧都係有不可告人嘅目的啊。有人話現代人啊嘅系統性猜疑咧，往往咧就係為咗證明自己嘅不安全感係正確嘅。結果咧就將自己困喺一個細小密封而充滿敵人嘅世界裏邊。咁好似我頭先開頭咁講啦，呢啲咧我哋應該要去控制嘅。咁大家咧點樣去克服呢啲咧？嗱，有專家咧就話要將學習咧同不確定性共存，冇人咧係可以100%保證健康，100%預知未來嘅。嗱，與其將啲精力咧喺猜測同恐懼未知嘅壞事咧，不如學識欣賞當下嘅確定性。例如，我而家係呼吸緊啦，我而家係安全嘅，我而家係可以做一啲令我自己或者身邊嘅人開心快樂嘅事。嗱，當你嘅注意力咧回歸到當下咧，個恐懼同猜疑嘅力量就會慢慢減弱。啲專家就係咁講嘅。咁咧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方法去克制你嘅情緒。可能你都聽過啦，有啲人話妒忌啊係人生一記嘅暗傷。呢句話咧以前可能只係一部分人嘅寫照，但係今日咧幾乎可以話係越嚟越多人嘅創傷。有人話呢個暗傷嘅源頭啊就係社交媒體啦。而家 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YouTube 啊
所有呢啲咧係好多資訊嘅。我哋咧以前只會同隔離鄰舍、同事去比較，但係而家咧我哋就成日咧將社交媒體上面嘅人攞嚟做比較，係同全世界嘅人比較。好多時咧呢啲人咧佢哋嘅表達嘅信息咧係經過精心剪裁，用濾鏡美化咗嘅人生精華片段。所以如果我哋成日將自己嘅處境同呢啲人去比較咧，係好難走出呢個負面情緒。心理學裏邊咧通常有講妒忌咧係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惡意妒忌，另外一種咧就係良性妒忌。咁惡意妒忌咧係例如我希望你失敗啊，等我感覺良好啲。而良性妒忌咧就係你好成功喎，激勵咗我要更加去努力。社交媒體嘅設計其實好容易咧誘發我哋咧走去呢個惡意妒忌。因為頭先我講過啦，我哋見到咧係人哋專登做出嚟嘅成果俾大家睇，而睇唔到係背後嘅掙扎同埋付出。咁呢種咧唔完整嘅資訊係會令好多人咧產生一種佢唔值得，又或者點解係佢唔係我呢種扭曲諗法啦，從而咧就令到個情緒比較負面。咁究竟點樣係可以將呢啲惡意轉化為良性呢？例如可以將點解佢過得咁好咧呢個問題轉化為佢做咗啲乜嘢先可以做到咁成功咧？我可以從中學到啲乜嘢咧？呢個思維嘅微調就係將一個所謂暗傷變成推動自己嘅行動暗力。不過另一方面咧都要講下，可能咧有時啲人同你講要有正能量。呢句話咧，大家雖然成日聽，仲可能已經變成呢個口頭禪，但係咧要記住，如果強行逼自己去行呢個正能量咧，有時可能係一種情緒嘅抑壓，甚至係一種暴力添。例如你明明係好攰嘅，仲要同自己講我好精神，我好開心，但係你又或者你明明係好傷心嘅，仲要喺朋友圈嗰度笑住4萬咁口喺度自拍，大家咧其實可能喺度否定緊你嘅真正感受，將情緒嘅陰影裏邊收埋喺地氈底，遲早咧就會積聚成一座情緒垃圾山，俾自己更加大嘅壓力，更加多負面嘅情緒。所以呢一點咧，大家要係正視嘅。正能量咧係點樣去解讀咧？真正嘅成為充滿正能量嘅人咧，唔係要你否定負面情緒，而係好似中學哲學家老子咁講，知其雄，守其雌。即係話真正嘅力量咧，係在於我哋可唔可以接納我哋嘅軟弱、我哋嘅恐懼同埋我哋唔開心。當你接納咗呢啲負能量你先至唔會俾佢哋控制。如果譬如你接納咗自己係會去妒忌啦，你先至可以將妒忌咧轉化為提升自己嘅動力，而唔係一味咁去詛咒其他人。呢種接納之後咧，係由內心自然生出嚟嘅平靜同埋積極，先至係堅固嘅，唔會因為外在嘅一啲風吹草動就崩潰。有時亦都聽到人話，我哋點樣控制情緒咧，就係要做自己情緒嘅主人呢個講法。咁呢個亦都大家係要小心。情緒咧可以話係好似天氣咁，有時唔係你話控制就控制到噶嘛。大家可以控制嘅可能係你對情緒嘅反應同埋行為。與其話要做主人，其實可能係話要做一個管家，點樣去管理嘅情緒。主人係可以命令個天唔准落雨咩？唔係啊嘛。但係管家就會知道，如果落雨就去擔遮，如果打風就去避風入翻間屋度。所以我哋係要做個管家，而唔係做情緒嘅主人。咁點樣做好呢個管家呢？有專家就話，大家其實應該要分清咩係你可以控制，咩係你唔可以控制。你可以控制嘅係你嘅
諗法、判斷同埋行為，而可能你控制唔到嘅咧，就係人哋嘅睇法、世界嘅運轉、過去咗嘅事情。所以咧，現代人好多時嘅焦慮同憤怒咧，就係源於佢哋想控制好多嘢，但係控制唔到。有啲人想控制個仔考叻啲，考第一，又想控制另一半去理解自己，去配合自己。如果當大家將呢個精力放喺你可以控制嘅範圍，例如點樣溫和而堅定咁表達你嘅要求咧，又或者點樣調節自己對事件嘅睇法咧，你嘅內心就會即刻平靜落嚟。怒火好多時咧就係源於我控制唔到嘅無力感。所以咧，當大家接受咗我控制唔到佢點諗，但我控制到我點反應，就係等於俾個頭沖咗個凍水涼，怒火或者負面情緒自然就容易熄滅啦。所以咧，所謂把控情緒或者控制呢個情緒咧，從來都唔係要變成一個冇咗喜怒哀樂嘅石頭人。啱啱相反咧，係要令我哋嘅情緒變得更流暢、更真實、更有智慧。呢場咧係一個內心戰，最終嘅目標咧係要達成一份深刻嘅和解協議，尋找大家內心嘅平靜。好，今集我哋分享住咁多先。我係 Bobby 仔，多謝大家收睇。